这个台北市千果 KTV 4月2日发生着火警，有6个人死亡。火警过一礼拜了，台北市长郭文泰早起到市议会做专案报告，讲台北市未来公安的新制将会修改火灾预防自治条例。另外，市府相关的单位处罚的名单，这礼拜是会来提出。台北市议员为千果罹难者甲家属发冤枉。台北市政府在千果大火发生1礼拜了后，做出检讨报告。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努力还是不够，以至于不能保护市民，才会发生这种事，这是我们要道歉的。现场茅坑模拟度解说，但是是不是要向业者提告，受到关注。目前刑事在公诉罪的部分，检察官那边已经在侦办跟查调阅相关资料，市府这边也会全力配合。那至于个别告诉乃论相关罪的话，我们会在5月8号跟家属了解所有家属需求之后来加以协助。要安怎避免悲剧再发生？有议员认为会使要求业者准备好防烟的面罩，不过市府认为这不是安全的做法，来先对这法制面来解决。修改台北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，要求面积300平方公尺以上的戏园、MTV、KTV 场所，消防受训总机连接到消防局，而且还爱打建议，袂使任意关掉。已经抓到这要求，限期改善。未来一旦违规，就开罚1万到5万，按处处罚到改善为止。市府内部调查小组已经咧进行责任调查，听取名单有计拜时提出。